后来乡亲啊，有风台哦，菲律宾东边海面有一个低压，明仔载后日就会形成一个热带性低气压，也就是风台，会向台湾的东北边的海面来刷动。后礼拜2甲拜3上晚近台湾，无排除会来发布到海上的警报。也毋过世界各国即摆对这个低压转北边的角度有真无共款的预测，所以这个低压到底会安怎行？到底影响台湾到什么程度？爱个观察。行出总站，随拍击雨伞，日头赤炎炎，民众伫无半真侪将挡日头的保养品，看到黄的所在就赶紧走去避。不过后礼拜就会变天啊。我们预估在菲律宾东方海面这个低压，在未来这个周末可能会再进一步的发展为热带性低气压或者是台风，现在已经来到了吕宋岛的东侧这个近海这个地方。气象所预估，上近这礼拜就可能风台架起来，不过每一个对风台路线预测，大家讲的拢无共款。欧洲部认为，后礼拜风台东北角度大，会为台湾到奥克纳外所在架过。美国是认为东北角度小，甚至较为东北，大概会为台湾方向架过。目前只是一个热带的云簇而已，因此它未来不确定性仍然是相当的大。关键会在未来周6、周日的时候，它发展在什么位置？到时候我们才会比较明确的路径，它会往台湾的附近什么地方移动。风台若是架起来，对未来一礼拜6号有真大影响。后礼拜一开始受到低压带影响，南部和东半部有的所在落雨。后礼拜开始，嘛是风台上接近台湾的时阵，受到外围环流影响，天气不稳定，全台湾都有落雨的几率。整个下雨的形态会随着到时候台风上来的路径，比较偏近一点点，或稍微偏远一点点，会有非常大的改变。气象所嘛提醒，尤其在翻新期间，风台可能在离台湾真近的所在对架起来，应变时间嘛真短，一定拢要随时注意新闻，嘛先做好风台准备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